而这个高雄有一个男子，拢是去远洋咧掠鱼。这个月初7对着渔船回国，按照规定要做居家检疫14天，一直到7月21。但是伊昨半暝3点外，竟然甲朋友烧酒到一间舞厅去跳舞啉酒，结果警察咧扩大临检的时阵去互撞到，一声爱了钱消灾咯。你多少岁啊？三明区吧。警方到舞厅临检，结果发现有人违规。你居家检疫你个照出来？啊，对啊。你是居家检疫的吗？唔但违规尔，竟然无挂喙罨。那你口罩戴起？口罩有啊。口罩戴起。第二。高雄这个59岁姓黄的男子，伊的工课是出海掠鱼啊。7月初7对渔船返来台湾，照规定应该是要居家检疫14天，一直到7月21，无想到讲伊去舞厅消费，而且无挂喙罨。旁边的女公关啊，一阵错愕啊，赶快在那边抢口罩，准备要戴起来。男子违反居家检疫的规定，卫生局表示会罚。外出的时间高达3个小时以上，同时外出的地点是到人口密集的公共的场域，那同时也没有戴上口罩，因此卫生局考量上述的情节，将从重予处分新台币100万元。相关的接触者那只要进行自我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注意。应该居家检疫的男子违规出外，又搁无挂喙罨去舞厅，当时去搬查的警方嘛拢足谨慎的，家己先自主健康管理。警方提醒讲，虽然讲疫情已经无遐尼严重啊，但是防疫的工作袂当放松，要继续做落去。